现在阮无已经无法度泄露秘密。你做得真好。即摆最担心是就邱公人，是毋是会当趁照苗娘的钱，将迄灯啊等在金水池内呢？原来是邱主啊！陈公公，阿姐，你拄只，你伫遐创啥物呢？无啊，我要回宫。等下，手腕这脚底哪有是缀什么物件？无缀什么。我看卖啊！陈公公，这是无缀什么啦？我看卖！邱总，你真大胆，竟然敢做出一个
犯无体之事，违反公规。无，陈公公，不是啦，我无。啊咧，这个囡仔是对倒的人。经过哦，是老娘娘。老娘娘。老娘娘为将天啊，一自处理送天良，伊甲过坏是较家用，无好做要拄啊照用。这个囡仔是什么人生的呢？是你娘娘的亲生啊！哦，呀那你跑来这做什么？是老娘娘用金丝梨麻要偷换用你，命我主将这个太子来害死，烈死泡下金水池。求主，你真大胆，呀你是小小，你强逼哦，你要害太子，把大包天。我心断念无出意，娘娘之命我怎袂记？也虽然你我。义压是对什么咧？是受累啊！要送往南清宫，若不千岁作寿。哦，啊，那呢，殿下有救咯！求主，你是讲？但公公，咱为救皇上啊，以后答应，你就请将义压总应海。太子常在这个义压台，公公你尽可莫离开。那呢？我是要让太子带到什么所在呢？太子上台，南清宫一起向千岁来说皇上，交好王爷来舞用，可怕性命无保障。罗比单人靠近娘娘，单人，罗比在，你踮咧遮创啥物？回禀娘娘，罗比用圣上旨意，往南清宫六百千岁作寿。哦，那咧你紧去啊！遵旨。安下。娘娘，你看手旁迄个义压，单人，罗比在，
你手里的衣盒内面是装啥物物件？是要甲王爷祝寿的寿礼。捧过来。是。放落，将衣盒拍开。这娘娘，上有圣上圣旨，奴婢唔敢。一切由本宫担当啊！娘娘，奴婢唔敢。桂怀，奴婢在，衣盒拍开。遵旨。是寿礼，桂怀，咱回宫。是。潘林，我问你，皇上为何以此物作为寿礼？八千岁，此用意乃是宋氏风俗。潘林，这个话是安怎讲？八千岁，用笔。我听着言语，我对天后悔竟敢为强定啊！讲日天去面成，去向皇上招呼拿命啊！王爷，请慢。此事重大，事心中老鬼如此气量啊用啊！现在的老鬼心受痛，王爷你详细再思量，你详细再思量。王妃，你是讲？既然太子安全无事，王爷你哪着这尔着急的？是。八千岁，请用奴婢讲几句话。现在皇上甚宠信老娘娘，以奴婢看来，伊是要将老娘娘处死。来日方长，恐怕殿下性命宁保一时，难保一世。为了宋氏风俗，为着太子的安危，请王爷你来三思啊！是。王妃，以你之见，以心切之见，咱暂时将太子留伫南清宫抚养，等待若有机会，再奏明皇上嘛，也袂慢呐。是。叫，咱会将太子殿下甲留在南清宫来甲伊抚养。
王爷，前日甲霹雳拢已经10岁啊，当年的代志。王妃，这件事现在还未跟你讲。王爷，你的意思是？等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用的。啊，毋过老妃所生的太子嘛已经10岁啊。我无要食。无来，食水果啦。我无。对哦，我要来去平佚佗啦。扣子啊，娘娘带电脑去平佚佗。我要来去啊！电脑，哪有走的？你搬走啊！电脑哪有走的啊？唔通用走的，会搬倒啦！免你管啦，你是一个小小公主，凭啥物管我？我若欢喜怎样就怎样。电啊，万一你若跋倒，老娘娘是会骂我呢。要无我带你来去平佚佗，行？哎呀，我乖啦，啥互你看？你要叫我去平，我可能要来去平佚佗。电啊，用啥？唔通用走的啦！我可能要走，我要用电啊！安尼，免你管。电啊！有影，遐花足水的，水底有花，我带你来看花吼。伫遮你看，迄花伫遐，安尼有水无？啊，足水足水。小主，啊，迄是啥物花哈？叫做荷花。荷花哦。啊，巧姐，你紧看，迄鱼仔足大尾哦，足多。紧来，鱼仔足水的，你看。我要来去掠鱼仔。不要，电啊，迄水足深足危险的，你唔通安尼危险了，电啊！哎呀！什么？老妃所生的太子抱入去金水里死？是。当初伊想要将李娘娘所生的太子害死就死，放入去金水里，想袂到今仔日，你看，伊家己所生的囝，竟然抱入去金水里死，这叫做恶有恶报。王爷，老妃所生的囝嘛是丧失的方式啊。王爷要哪会讲这种话呢？这拢是老妃所做罪恶，报应在因囝的身上。唉，无非这敢是天意。8,000岁，但是，皇上现在，因为太子不幸，皇上10分的伤心，已经锁入无定殿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免搁这么伤心，身体要紧。君王，
皇上8千岁求见。团结，遵旨，皇上有旨8千岁进宫。请殿下万岁，皇兄平身。谢万岁。请安。皇兄，自古时哪有大摆事呢？是。皇上，殿下已经死了，你应该唔通想过头伤心，应该以国家为重。这，我的娘娘，你也该心肝想较开一点。今仔日的不幸，莫非是上苍伫咧责罚？ 8千岁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内明白。